今天呢是第35届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这次在大众的在祈愿法会的这个殷切祈请之下，国师嘉诚仁波切不辞辛劳的前来主持噶举祈愿法会。本来的想法是请仁波切参加主要的几座法就好，不需要全程都参加哦。但是仁波切只要有时间就参加哦，可以说一天都没有缺席的亲临到会场主持法会，这实在是莫大的一个恩德。因此呢，我仅代表全体与会的僧俗大众，要至诚的感谢嘉诚仁波切，还有护主明咒仁波切，从前行课程开始就慈悲给予这个禅修的指导。而且在祈愿法会正行期间呢，仁波切也不辞辛劳地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活动，因此我也在这里代表大家谢谢明咒仁波切。这次的祈愿法会工作小组呢，虽然我不在现场，但大家承担起自己各组的责任哦，然后尽心尽力的大家合作的让法会顺利举行，就跟我在的时候一样。因此，我在这里呢，也要谢谢祈愿法会工作组的以主要负责人拉木却扎为主的所有的这个工作组的同仁们，谢谢你们。还有呢，来自各个寺院的僧众尼众们啊，虽然这里天气真的非常炎热，但大家还是不怕这个炎热的，依旧是带着这样值得大家赞叹的这种带着这样一种亲近的动机和行为哦，前来参加，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僧众们、尼众们，谢谢你们。还有呢，就是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巨信弟子们哦，这次法会的时间更改了好多次，造成不少人在旅费上、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再加上你们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天气也很炎热，大家都一起忍受下来。你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哦，但大家都忍受了下来哦。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拥有共同的一个心愿，我们祈愿世界和平，祈愿众生得到喜乐的这样一个心愿都是一致的。所以因此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还有我们举办法会的地点是位于圣地印度的菩提迦叶，所以因此对于印度政府也好，比哈尔当地的这里的政府，还有当地的这个县政府等等，很多人都给予了协助，再加上正觉大塔协会其实从过去以来就一直给予我们这个支持，所以也借此这个机会一并的谢谢他们。本来呢，觉得这次不需要讲太多话哦，本来这么觉得。但我想借此机会，还是说一些我的想法吧，或许是比较好的。首先呢，我想说的是，
很多人哦都在问，下一届就是第36届祈愿法会是什么时候举行？也都希望不要更改时间了。事实上呢，我们都尽力的想要保持原定计划举行哦，不要更改这个时间。但时常偶尔会和其他教派长老的一些活动哦，或者是其他教派的祈愿法会呢撞齐，所以这样我们双方都会在法会的举行上会有一些问题的。因此，我们几次都选择说决定说更改或者延期这个我们祈愿法会的时间。我们实在不想这么做，但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但希望未来能够不要再这样改来改去哦。那至于确定的、确切的，以后制定的这个法会的时间呢，我们会在之后的会议中做讨论。有任何的决定和时间呢，然后会尽快的将决定呢公布在这个网站上哦。那这样，我想大家就能尽早为前来参加法会呢做准备的。我这次没办法亲自来到法会现场，但就像之前说的，我觉得这次法会这跟我在现场一样的圆满和顺利。有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我从7岁起被认证为伽马巴，之后14岁，我离开了水域西藏呢，来到了这个印度。直到现在呢，所以我看到我的成长过程哦，回想起来，我从一个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伽马巴的这样一个懵懂的小孩，然后到坐在了伽马巴的法座上哦，慢慢又承担起了一些法王的责任。有时候回想起我这一路走来哦，让我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伽马巴。原来这是一个拥有了900年历史、历经了16代传承的殊胜的这样一个传承。我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能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这种断证功德或者佛行事业哦。我觉得我完全不可能做到跟他们一样，甚至连这个想法都不敢想了。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跟他们一样，但我猜想应该是伽马巴名号的一个加持吧，让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勇气哦，尽力去做了一些事情。但毕竟呢，我还是一个凡夫而已，一个普通人，所以无论再怎么努力，还是感觉有很多地方不是很圆满哦，不尽人意。很多人以为哦，只要是伽马巴，只要拥有了伽马巴名号，就什么都很好，都很顺利了，就应该都很厉害了。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就算我真的是伽马巴好了，也还是一样，跟所有人一样，我得很努力去做到。果仓巴大师曾经说，就算是一个转世的上师主骨，为了清净过去的这种恶业，还是要至少闭关修持12年。所以就算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地位崇高的上师的一个转世，也还是要努力修持、努力去做的。就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是完全
说不出一个道理或引句哦，说自己就是某某人的转世。所以，总之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任何事情我都要更加努力，甚至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但是呢，无论我再怎么努力，总是还是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总是觉得哪里做得不够好。一方面来说，或许是因为别人对我的要求和期待实在太高了。就我个人来说，那种期待对我来讲也是敦促自己更加的努力。然后我的这种怎么讲自我敦促吧，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动机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目的。虽然小时候总是有人会提醒我说你要小心哦，你要更努力哦，因为你知道现在说自己是伽马巴的人很多的，所以你要更努力。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努力的目的，我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跟谁比较哦，所以我并不是被迫的，因为别人也叫伽马巴，所以我要做的比他好。我并没有这样，我觉得我就是以真实的自己尽力去做到最好，就是这样吧。过去我在西藏的时候，在我的这个学习跟教育上哦，我身边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或者好的教育的这种学习的安排哦。到达印度之后，虽然我的初衷是为了接续这个佛法传承，接受这个佛法的教育哦，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比西藏更好的，但自己在学习上感觉到还是荒废了不少。一方面来讲，是自己太过懈怠，但我还算是一个脑筋不差的人吧。总之学了很快就懂，但也因为这样学过，马上就很快觉得无聊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再加上一个原因是为我上课的上师呢，不管是堪布噶举，有许多出名的上师和堪布哦，也并不是没有邀请他们来为我上课，但是的确他们也都很繁忙，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责任，譬如说要管理寺院呀，譬如说到处弘法、管理各中心等等。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这个心思哦都放在我的教育上，所以我的课程、我的学习也会变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曾经其实动过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能够到格鲁派的这个寺院里面去，怎么说，就是好好的接受这种正规的次第的佛学教育的话，应该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吧。但是想一想，如果去到那样的地方，去格鲁派学习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毕竟我的身份是具有了伽马巴的名号嘛，如果就会变成别人会说，伽马巴是在格鲁派接受教育的，这个对整体噶举的怎么说的名声来讲吧，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太好听的，不太好的一件事哦，不太好的。当然，我跟格鲁派的格西们也时常会碰面讨论佛法的，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到僧院，他们格鲁派的学院去学习。这就是我在学习上的一个过程，一个经验。所以我的学习呢，教育也并没有真的做到很好。总之，前面我要讲这么多，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一路走来，我就是尽量靠着自己的一个努力，自己的力量哦，而努力。我并没有进到任何正规的教育体系去学习过，这是一个部分。在另一个部分来说呢，我被认证为伽马巴是在7岁，那时候年纪还很小。之后呢，就是在楚布寺当中成长。
当时在我身边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成年人年长的人，因此我也没什么选择，就是大人们怎么说吧，他们会告诉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乖乖的听话就那样去做嘛。本来在那样的环境，我也没有机会真正知道一般孩子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所以就只能照着大人的话去做。其实小时候我也算受了蛮多苦吧，例如所有权力都控制在总管的手上。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拿到什么样的礼物呢，都要，就别人会送我一些东西嘛，都要先交给这个总管他们检查。因为当时，我们也会担心礼物中是不是会有什么炸弹啊，或者是毒药，所以为了检查安全吧，都要先交给这个总管过目他们。但大部分礼物呢，基本上是给了总管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或者别人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供养金嘛，有时候是一些要特别给我父母亲的。那一些知道我的情况的人呢，他要给我钱，他首先不直接给，他会先在我前面东晃西晃走来走去，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嘛，然后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钱呢塞到我的这个坐垫下面，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子偷偷的给我这个钱哦。所以从小，我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哦，也从来没有这种自由的感觉过。到了印度之后呢，我们知道印度呢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也抱着希望呢，以为来到这里就能够比较自由。刚到印度的时候，还记得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的怎么说，人生地不熟的。当时也没碰到很好的这种真的很有经验的这样子的，可以说帮助我们的顾问吧。虽然他们都是很多人帮我们都带着热忱哦，但是好像他们在这种处事经验不是很有经验。所以也或许就是一开始没有做得很好，这些顾问没做得很好，所以一开始就让印度政府在沟通上就对我们有些怀疑了。所以总之呢，在印度呢就这样子待了18年，各种问题很麻烦呢，可以说真的没有一天停过。这个情况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譬如说他们怀疑我是中国派来的，是中国的间谍等等啊。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对我的说法哦，我都忍了下来。为什么我一直忍到现在哦？可以说，就是因为不想放弃佛教吧，也不想放弃噶举的教法吧，还有放不下在藏地的同胞，还有一切众生吧。我想这是可能是我就是因为带着这样的一种执着、一种想法吧，才忍受了下来哦。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讲，能够来到印度也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能够见到如意宝尊者，听到他的法教，也有福气跟随大斯主仁波切、国师家仁波切听闻圣深经典，还有天嘎仁波切、波卡仁波切和创古仁波切等等长老，我有机会跟随他们听闻到很多圣深的法教，我觉得这是很有福报的事情。但是呢，我只能住在上密院，像法子们也都住在不同地方，像大寺主任却住在智慧林，嘉诚却住在西京。大家呢一直都没有机会真正住在一起，多数时间都是分散各地的。我们看到过去历代法王的历史记载到，各个法子其实他们从很小就一起生活在一起，而且跟法王是在一起的。所以无论是到各个地方也都一起去，当然有佛法的活动也都是一起的。所以相互之间呢，是可以说总是互相 taking care， 互相照顾着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却没有发生在我这一世身上哦。
对于这一点呢，所以我也是感到挺这个失望的、难过的哦。实话来讲呢，其实，在第16世法王圆寂之后，我们冈仓里面呢是很不融洽的，发生了很大的纷争。那些糟糕的事就不多说了。但现在呢，更是有点雪上加霜呢，就是各大寺院办公室呢也有一点不融洽。就我来到印度之后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哦。你们有的人知道，有的人是不知情的。总之，对于这样各个就是法子办公室不融洽的状况，我也很担心。所以有一次呢，我还特别迎请大寺主仁波切和加长仁波切两位呢，前往德里哦。当然，两位仁波切是像这个无云的明月一般的清净，无有瑕秽的。但我是请求他们来呢，请求他们两位能够慈悲，就是对于辖下的侍者总管多加开示管教哦。尤其看在冈仓过去已经发生过那么多问题，纷争也犯了很大的三昧耶戒，所以请慈悲开示下面的人不要再那样下去了。他们两位当然是慈悲的，都接受了，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们两位来，这实在像是在教导观音菩萨如何念六字大明咒一样啊。其实是我想太多，还多言了吧。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想对于噶举教法有些帮助，所以我曾经会见了一次夏玛仁波切。当然，对于那次的会面，我们这边有一些人的说法是，当时的会面很不顺利，很多人都在这么说，我身边的人也这样子到处在说，但他们怎么说对我是没什么差别的，没什么关系，因为自己是带着为了教法的和的一个发心而安排了会面。虽然和夏玛仁波切的会面说不上来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但是现在夏玛仁波切也圆寂了，自己能够在他生前能够跟他会面，直接将自己的想法跟仁波切做一个报告吧。所以，毕竟自己还是比较安心了吧。一般来说，夏玛仁波切在我们冈仓噶举历史上的地位，大家你们都知道的。但是近10几年来，因为发生很多事情，我们甚至这边不再念诵夏玛仁波切的长寿祈请文，甚至有人建议要将它从这个传承祖师的祈请当中去名哦。但我觉得这些作为都偏离了焦点哦，都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不仅是这一世第14世夏玛仁波切弥方确吉罗珠，历代的夏玛仁波切都是冈玛冈仓实修传承当中重要的祖师，从第一世多登扎巴森耶到现在都是的。因此，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的是这个实修传承，而不是某个人的名字或者某个人的作为身上哦。总之，不管多少人批评这一世夏玛仁波切的所作所为，但我觉得历代夏玛巴的佛心事业是无法被污蔑的。因此，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好好重新看待这个夏玛仁波切这件事情哦。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整体佛教，也是为了噶举教派的延续的。如今夏玛仁波切都圆寂了，他的转世我觉得更是应该要顺利无碍的，不然再纷争下去，未来又出现什么？又有说出现有2个夏玛仁波切了，这对冈仓噶举是很大的伤害的。未来搞不好甚至出现2个冈仓噶举呢，而且相互的仇视，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和睦。我也真的尽力去做了许多事，但这不是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事，而是需要双方的一个包容的跟体谅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不然互相一直的指责下去，总是互相的批评下去，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一件事。我们呢都属于同一个冈藏传承，也都出自同一个师门，拥有一样颜色的法帽哦。所以彼此之间如果带着是强烈的这种偏执哦，无论各自说的再对好了，再好，也会因为我们的偏执哦，这些话语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另外，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听说，有些人会说：“哦，我是司徒派的，或者是那是萨玛派的”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哪一派都不是的，我们是属于冈藏噶举这个教派。我常常觉得，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烦恼，充满了强烈的这种偏执、嫉妒的心，然后呢，却说自己，就算他再说我是金刚总支派好了，那也实在不会好到哪里去哦。还有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哦，我才是亲近正统，他不，我是正统的噶举派，他们不是的。但正不正统，亲不亲近，取决于自己有没有修行哦，不是取决于你是属于哪一个派别或组织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一点放在心上。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呢，我这一次待在国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待在美国也有快6个月了吧。现在到处也流传很多说法，哦，为什么我要留在国外等等。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最主要我这一次待在国外比较长的时间，首先，是开始到德国的时候，因为我检查了身体，有一些状况出现。在之后呢，是因为探望我的老逝者，所以我到了这个美国。接着呢，就继续留在了美国，因为之前在德国检查身体发现有一些问题嘛，所以我就继续留在美国呢，做进一步的，做一些进一步的身体的检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延期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留在国外的原因是，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真的都没有什么时间好好休息，所以想要休息一下身心，不然一回到印度又是好多好多事情等着要处理，这样那实在没办法休息。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一个我的修养吧，其实是为了长远而着想的，没有任何私人的或者不好的打算，并没有的，完全是没有的。总而言之呢，很多人的想法是哦，很多人对于我的决定也好，或者对于我的一些做法作为，都会想说哦，反正他是搞妈爸爸，都是理所当然的，都很容易的。但对我来讲，真的不容易。我身为伽马巴，我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或者一个做法，其实我都要考虑很多，而且我要做很多牺牲的。但真的从头到尾，我是一直带着一念善心和热忱吧。但是当然，总是会有很多人喜欢闲言闲语吧。但这也没办法哦。但真正让我感到比较难过的是，有些自己人哦也不了解我的想法，甚至对我有些误解哦。
就像这次，尤其我在美国的一些身边的人哦，也对我有很大的一些误解。总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对于这一点，我感到真的非常失望和难过，因为真的大家好像对于我总是觉得作为是理所当然，都不知道我的每一个决定和做法是不容易的，是有很多牺牲在里面。所以我常想，如果我再这么辛苦，但身边的人还不相信我，那或许我也不用再这样子坚持了吧，再这么执着下去了吧。总之呢，我是很难过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有时候要放长远来看哦。首先看过去噶玛巴的传承，从杜松前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专注于佛法，从来不碰触任何政治。但是现在雪域西藏的局势是这个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同时在佛法和政治上出点力。因此，我们一定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位非常好的领导者，一个带领者。但是我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承担政治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完全没这么能力，而且因为我有噶玛巴的名号，所以已经没有资格了去做任何政治的事情因为历代噶玛巴都不碰政治的。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就是政治和佛法的差别，就是政治是能够帮助人们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和快乐，时间上来说也是瞬息万变的。而且，政治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比如说它会分党分派，所以是在达成不同政党各自的一个利益。但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谈的是一切众生，它不谈任何党、任何偏私都没有。而且时间也不是暂时，佛法谈的不止今生，还谈到是多生多世，要引领众生，让众生有一个依靠。所以，我感觉政治和佛法这两者完全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的本分身份就是佛法的责任，所以我就应该继续做好本分的事情。当时我在西藏就是因为担心会有政治的这样的责任，才来到印度的。因此，我现在来到这里所以我不仅没有能力承担政治责任，当然也更没有想要承担什么样政治的一个责任的。所以我希望也说明这一点，让大家知道总而言之呢，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没有过去这些历代噶玛巴这种断证的功德，因此常觉得我还这样装模作样的继续欺骗大家的话，时常觉得自己是在造很大的恶业所以因此对于我这个身份带来的权势或财富，或者别人的恭敬，我是丝毫没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这种傲慢的。所以我时常会这样想，这样欺骗下去实在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当个普通人比较好。尤其呢，最近这一阵子，我特别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一方面来说，我感觉自己努力了很多年了，但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就像房子只有一根柱子那当然是不行的。那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来共同承担，不是吗？所以平常我们也需要有人一起嘛，齐心协力的。如果完全没有别人的支持，弘扬佛法也好，利益众生也好，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成的。尤其佛教说因果，相信缘起，相信所谓的众缘和合。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因一个缘就能够成就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要有这样的认识。
总之，我们整体噶举派或者说冈仓噶举派哦，这像是一个大家庭。那这个噶玛巴呢，就像是父亲，所以整个家庭不能只靠父亲一个人扛的，不是吗？而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的。我们回顾过去这个历史哦，整体噶举，尤其是冈仓噶举派，真的经历了好多的劫难。譬如说，过去被蒙古军这个固始汗的一个摧毁，各个寺院都被摧毁了，而且教学啊、实修的传承也受到了中断，很大的破坏而中断。还有59年之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现在终于是可以说噶举教法在兴盛的一个难得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共同来努力，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当然，有时候有人会不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没有关系，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看得比较远，或者想得比较深的一个人吧。但我的确我自己总是会带着比较长远的心来做事的。当然，有的人就是没办法想那么远吧。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我们选择了要依靠某位人，相信他是主事者，跟随他。有时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马上了解，这位领导者他的想法和做法，但是选择相信和给予支持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要各位支持我哈，也不是我说这段话也不是为了要各位理解我，而是无论主事者是谁，领导者是谁，我们都应该要给予相信和一种支持。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说了很多哦。如果有任何错误或者不对的地方，都请各位原谅。这次祈愿法会，有任何的功德，都回向给如意宝尊者长寿住世，心意圆满。也祈愿不久之后，尊者的莲族可以很快的踏上雪域藏地，广大的弘扬佛法。同样也希望我们一起回向给无分别教派的大师们长寿住世，还有回向给十方的僧团戒律都能清净，心意和合。接着请大家跟着接续的祈愿文来发愿，谢谢大家。